过年期间，民众会试手气，不过昨昏初时，大彩公司的大乐透出册，迄时下暗4:35到暗时8点卖出的彩券日期是印唔对。大彩公司即阵是出面回息咧，讲是系统设定出问题，宣布迄个时段卖出的彩券通对奖2摆。敬重大奖哦，谢谢。新正期间想要加趁一个红包，买公益彩券的人客是加滚，个人大出手买1000张彩券，要来试手气。不过第18期大乐透昨日做大突袭，第13下晡4:35下早红牌停止买卖。大彩发声明下失礼，解说因为系统时间设唔对，第数13暗头4:35到暗时8点之间，民众买到是过转港14第19期的大乐透，为着无影响人客的权益，大彩嘛公告只要是伫这个时段买乐透的民众，2天的号码拢会使兑奖，假使这2天拢有着号码，看倒一天得奖的金额较悬。若13得奖，爱摕彩券去金融机构验证领奖，那就是着照正常程序。采取中大奖那一张来兑奖，那这样就 OK， 符合民意的需要。不错，提高中奖几率，增加那个买气跟公益价值吧。大彩快速公布补救措施，业者甲大多数的民众拢感觉会当接受，希望袂破坏新正的好彩头，嘛袂破坏消费者买彩券的心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